大家好，我係世紀21期方 Sharon， 今日介紹嘅單位係愉翠苑，實用面積510尺，屬於兩房嘅單位。因為咧係間隔非常之好用嘅，部分嘅業主咧係將兩房改成3房嘅。一陣間咧，大家咧睇一睇個單位間隔啦，同埋出邊嘅景觀。剛才咧係大家睇咗單位嘅價格啦，同埋出邊嘅景觀嘅。咁需要睇得嘅話，可以隨時 call我，我嘅電話係69173239 Sharon。